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真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4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继续关心澎湖的渔船大进湾88号，互中国的海警船押走。即马船长台湾的船员，甲3个印尼渔工人含船落互押去中国。海巡昨昏有开记者会，讲查扣的地点是伫中国的领海，但政府即马是呼吁中国毋好用政治的因素来处理这件代志，呼吁赶紧放人。中国海警14507，这里是台湾海巡 PP1洞洞810向你呼叫。对上的影像公开，咱国海巡人员向中国海警船公布，要求随释放本国籍渔船。咱国偏湖籍渔船大进湾88号，初日暗时8点外，伫金门辽罗港东北东方23.7海里，去中国海警船上船检验扣押。位在陆方领海内，且目前为中国湖际休渔期间。后续将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大进湾88号福因查验的所在是离中国晋江侵附近11.2海里，离中方领海基线2.8海里。伫中方领海内，海巡署缉捕了后，拢总派出3只海巡艇去救援，一路超过中方领海基线，直到中方内水，离晋江环济港5.4海里。按过中方陆续有7只海警船集合，双方对象挖近1点钟。为了避免相关冲突，海巡署停止对峙。到尾大进湾88号福因押登去福建围头港，我方立即向海警船广播，要求立即释放本国籍渔船。对方亦向我方广播喊话，持续广播，要求释放大船未果。为避免升高冲突，停止紧追。海巡署嘛进一步表示，中国伫发布海警3号令了后，中国海警的动作嘛变大。今年甲较早无共，伫休息期间全面强力执法，已经管理外国渔船138只，上船检验14只，查扣一船10人。海巡署嘛特别提醒咱方渔船也是来往附近的海客船只，爱提高警觉。海巡署会加强巡逻，全面提升执法巡护。行政院甲陆委会嘛做回应，希望中国赶紧释放咱国的人甲船，确保人员平安。本案是我国渔船闯入休渔期的陆方水域作业，因此遭遇陆方执法，期望陆方尽快释放我国人船，确保人员平安。对这件代志，中国海警局是讲，查扣咱台湾渔船违反富贵休渔规定，另外使用的网具比规定的详细网目寸草细目真侪，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生态。行政院是呼吁中方唔通将渔民单纯的违规行为，相关到无必要的手段，引起渔民不安。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件代志，船头家是表示，目前因是联络袂到船长，不过已经有派人去中国直接。受这件代志的影响，澎湖含金门的渔船，昨昏去讨海的时阵，拢已经闪开限制水域。因为金门海巡规工嘛拢有加强巡逻和戒备。江苏大进湾船队的船啊，初三透早就停伫渔港休困整理，其他船头家的渔船啊，继续出入港作业。澎湖渔船大进湾88号初验伫掠小港的时阵，和中国海警船验定检，目前扣押伫中国福建围头港。大只船长在内5个船员嘛去带走，海船长伫操心八百。当下伊甲伊拍照，伊就停止作业，忙起来啊，起来就往东行驶了。啊，他们一直跟啊，跟到最后就。那个比较大艘的中国海警船就从前面包抄人员上船强行带走了。船头家讲，也无法度和船长联络，已经找人去中国直接。代志就发生，官方民间拢即时动员。澎湖县长陈光福呼吁陆委会等单位协助救援。澎湖两岸交流协会嘛联络围头港的泉州代办等单位，确认相关的救援事项。泉州的台办，还有泉州的海巡署。跟国台办这边是不是他们出面可以去帮忙了解后续的如何去救援？毕竟还是要生活嘛，
但是就尽量避开那些就是比较有争议的海域啊。船主的兄哥讲，其他的船只同款的正常作业。因为大金本88号去港口啊，早期偏好的渔船啊出港了，拢尽量闪开限制的水域。因为代志发生伫金门附近的海域，吹沙透早海面上也有几只金门海钓船在作业，沿海甲港口边啊，有海巡人员在加强巡逻戒备。这个情形多少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在渔船在出海的时候，要尽量避开这个限制水域，不要去这个做一个无谓的纷争。金门偏好的渔船啊，拢来闪开限制水域，也毋过两岸渔场小啊。根据海巡署统计，中国渔船伫去年有1034只架界，今年顶半年嘛有533只。渔业署长张志成强调讲，这个海域本来就是两岸渔民长期公家的作业区，即马是中国的休渔期，希望大家面对现实来处理，互台湾渔船赶紧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中国是继续扰乱咱台湾，伫马祖南竿机场就头界出现中国的无人机，而且伫机场的天顶飞码20分钟，除了影响飞安，嘛害咱国内航线延误码1点钟起降。马祖防卫指挥部有赶紧通报，而且嘛有严密监控。中共持续加强扰台。马祖南竿机场初2早起头一个出现中国无人机干扰，差不多早起9点外，马航部通知机场塔台，离南竿机场9点3公里有一台中国无人机，塔台嘛随提醒一台准备降落的离边航空班机要注意。马防部侦获中共军用无人机在防区的周边空域活动。因飞航路线接近民航机的起降航道，为了确保航安，依照处置程序通报南竿机场塔台完成相关的处置。离边航空有2个航班因为安尼延误，南竿机场主任洪登峰表示，这是头一届有中国无人机这么晚进南竿机场。不过其实中国无人机唔若走入来马祖，较早嘛捌真侪届伫金门2大岛伫飞，佮甲翕到的军区影片传上网，严重影响国安。中国大陆就是常态性的无人机都在上面飞行干扰，或者是收集一些影像，然后过去在它的媒体上面做放送。我们在这一方面，军方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啊！有干扰枪，为什么不把它干扰掉呢？台海紧张国际升悬，国防部初3公布，到后早起6点进前的24点钟内，拢总查到共计22台，其中20台飞过海峡中线，佮侵扰北部、中部、西南甲东南空域，上近离无人片敢若44海里。另外有6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防部讲，国军已经运用任务机、任务蓝架反地飞弹系统，密切监控甲应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太平洋军演，即马正在进行。公司的记者嘛有去夏威夷，嘛有专工去当地的美国智库采访。资深的研究员 Danny Roy， 伊是一个台湾竞赛，伊长期的研究是咧关心印太区域和台海的局势。伊就认为讲，台湾应该和美国啊，有日本加强合作，嘛爱强化咱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海情势紧张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智库东西中心正在研究印太区域安全议题，其中一个资深研究员 Danny Roy， 伊中文讲得真好，也是一个台湾竞赛。伊表示，美国伫环太平洋军演担任领导者，甲盟友加强合作机会。不过，中共军事扩张恐惊牵动军演的急迫性。It's not a practice for Taiwan Strait War or any other kind of war with China. However, if there happens to be an issue such as a common sense that China is posing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cting aggressively, then this gives an initial urgency to the impact exercises. 针对中共相关对台威胁，但尼罗认为台湾爱甲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加强深化合作，佮强化防空能力，确保武器弹药库存充足。Taiwan needs to do all it can for its own self-defense. I think the most urgent thing is for Taiwan to pack itself with as many anti-ship missiles and anti-aircraft missiles as possible, and store them in a safe place that wouldn't be destroyed in an initial Chinese attack.
中共反台时间表是毋是提前？第二路承认这甲股市崩盘共款不合度有称。应确定的是，若中央发现失去和平统一台湾的选项就会认真评估武力反台。现阶段来看，中共会伫台海、南海、甲大中原地带侵扰的力头，试探周边国家底线，台湾应该慎重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提起乡亲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昨昏才拄通车的台铁东部干线花莲河仁到中立之间的河仁磅坑北口，伫今日透早6点21分的时，阁有大石头连落来，是去撼到东正线的铁基路，所以目前这个所在暂时是以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车，若台铁嘛已经有赶紧派人去现场待命，所以今仔日这火车有可能会慢分，乡亲就要注意车帮的资讯。这是头拄收到上新的消息。继续关心6月1日时，台铁一架新竹江号启动着土石流火车败马，台铁伫昨昏公布相关的处罚，台铁的董事长杜美自请处分。若值班线路的工作人员伊无注意到监视器的画面，嘛防记新改2届，即摆计共有8人互处罚。若台铁的产业工会是呼吁公司毋通由基层员工来负政治责任。新竹江号进前弄土石流败马，结果9人受伤。后续后来报员工验出土石流因铁气路关键19分钟煞无人通报。台铁董事长杜美昨说明，14点钟监看人员虽然有咧长直，毋过因为无注意，则无及时发现通报。他自述呢，就是他在里面有做监看，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那2个荧幕，他的确没有看到。所以他也没有反应跟通报。杜美表示，当地的线路监控人员伫4点25分到27分去便所，倒来了后无注意土石流的情形。针对这事故，台铁处罚8人，线路监控人员新改2支，其他包含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务处长等人，因为督导不周受处罚。董事长杜美也自请处分。我本人也要负起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上礼拜我已经跟部长申请自行处分。这些第一线的员工是在一个有非常多几十甚至到上百人荧幕前面在进行监控的，等到就是收到了相关气象单位或者是监测单位的通知，我们公路段的同仁才会特别针对该路段去进行监控。台铁产业工会回应，台铁公司化半年以来，也公司化了后会得到更加安全的大旗，所看无更加进步的安全解决作为，呼吁台铁唔通由基层员工负政治责任，应该改善员工待遇、员工无共受的问题。台铁的这个杜董事长，不要因为自己要政治负责，连带拉基层员工下水。交通部也做出回应，要求台铁上短时间内完成改善措施，佮要求杜美坚守职位，个人处罚，要等各单位最后检讨报告完成了后，再过来讨论处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若即阵过道拢有西北雨，山区搁在上大雨，花莲就游客伫溪边耍水，溪水涨流掉伫溪边。另外，台九顶线汉本路段嘛，因为落大雨落大石头，原本就真无稳定的苏花公路河仁到中德这个路段，这几天拢有发生水崩山。也毋过伫抢修了后，昨下晡2点的时已经拍通啊。也毋过只是讲山坡这山壁也无啥稳定，所以目前是分时段限制通行。那个再不离开的走不了啦。大雨不断，警方直直广播区里，共款有游客走袂稳，警方赶紧撩水救援。三游客有台湾人嘛有加拿大的人，伫初二下晡5点外，伫花莲秀林乡38路溪附近耍水，溪水急涨，甲因困伫溪边，加载拢有救出来，无人着伤。大粒石头结伫车路，而咱花莲连日的大雨，毋但溪水涨，山区嘛有灾情。台九顶线汉本段，初3早起8点外，土石汹涌结落来，互交通一时得断站。苏花公路河仁到中德路段有6搭出现土石流，封锁几若天，
伫初三下晡2点抢通。昨天晚上的8点钟才能整啊，一直改善了都没有用了。你看这个上面堵石榴的也是一样的。管制站头前上北的车站已经排几啊公里长，通车的时间延了搁再延。虽然即摆已经抢通，也毋过嘛是有条件开放。中央加强管制，因为4月初三大地震了后，边坡无稳，土石松软敏感，边若落大雨，山就地崩，连铁路嘛受到影响。以前的预举性封路的一个作为，我们会尽量把它不只是降80%以下，后续只要有这个对流发布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发布公路的一个注意报。行形容来的灾害影响到交通安全，公路局表示讲，除了保护边坡、强化环用的联络，嘛规划下修有警性的封路标准等措施。不过有学者分析讲，要稳定松软的土石，较有以早的经验，上少爱开10年。过往的经验比如说在我们台湾的921地震或者是像日本的这些大的这些地震之后，大概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些现象。要预防常常发生的灾情，学者建议讲，要找出土石流动的高风险路段，会当做光磅坑顶阻绝构造物。也毋过苏花边拢是山势悬国家，土石若积伫个悬的所在。坦白讲，会当做的拢相对有限。记者综合报道。即阵雨热才拄开始，就传出有高中生溺水失踪的意外。这是伫昨下晡，桃园一个细楼的高中生，和因2个朋友去竹北的新月沙埔耍水，3个人拢互海洋夹去。尾安尼有救起来2个人，也毋过这个细楼的高中生，到今还未找到。空勤直升机伫现场的时，搜救大队的球龄船伫海上来回潮吹。救援人员落水搜救，甚至出动空中摄影机，想要找找失踪的细楼的高中生。初三下晡3点外，一个细楼的高中生甲2个朋友相约到竹北的新会沙埔佚佗，想要到拄到退楼，疑似互大兴带向大海，收袂转来。3人是赶紧喊救命。现场民众看到斗阵将2个92年厝的朋友救上岸。2名友人刚好被过的民众救起，那1名高中生不幸遭海浪卷走。那消防局接获报案之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那除了海巡署还有空勤总队以外，我们一共出动了92名的警力消人力。新竹县消防局甲协力单位总共出动2只船艇、6只球龄船、水上机车，还有直升机、空中摄影机，伫现场找找失踪的细楼高中生。失踪高中生的家属也伫岸边点名咧等。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而且高温烧热。咱同齐看云图。今日太平洋高压继续增强，气象署有针对咱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高温甘仔色的灯号。东半部的高温有32度至34度，也若西半部的高温有36度。嘛要提醒乡亲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拢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总共有要去户外，一定爱会记得加啉水，才袂着山。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的山区，也有家己以南的所在，过昼拢较有局部大雨。啊，那伫屏东和恒春半岛是会有13啊雨。来关心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屏东伫昨下晡3点的时就出现39度的高温，一日用电量是4087万千瓦，嘛是有史以来的第2悬。天气遮热，佮不时会传出跳电，这嘛引起外界的烦恼，讲咱台湾即马是敢有欠电的危机。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有强调讲，跳电无代表欠电，台电会加强设备，互设备较稳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是持续烧热。气象署初三下晡是针对1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灯号。屏东的三地门下晡3点是出现全台上悬温39度，过来是屏东的内义38.8度，屏东当地高雄内门、旗山和桥头嘛拢到38.7度。气象署讲，未来3天高压的势力会愈来愈强，嘛是更有机会会出现极端高温。明天开始，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也会有在更为增强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到时候在未来这几天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整个天气的一个表现上都会是更为这个
更为是一个高温炎热的一个情形哦。热天热甲冻袂调嘛，推升全台的用电量，车厂的用电量是到4087万千瓦，是史上第2悬，备转用量率是9.92%。顶好是供电正力的黄灯，加上最近各地都一直跳电，外界关心讲敢有欠电的疑虑。经济部长郭智辉是搁一摆强调讲，跳电是无等于欠电，为着加强供电的完善率，考虑对国外引进移工，强化台电供电设备的维修。因为要赶快把这个外面的妥善率做好，所以这些在外面维修的这些人现在是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的这个跟劳动部协调，赶快从国外引进一些外籍移工不过，照现行法规的规定，台湾并无开放能源业会当引进移工，目前台电敢会当引进营建业的移工来做亲像变电所这种工程。郭智辉嘛承认讲，还未和劳动部讨论，但是这件代志是真紧急，在这礼拜就会和劳动部讨论出一个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那天气这热，这猪肉嘛受影响。今年4月份的时，猪仔走白，所以大了真慢，影响育生率。加上即马天气这热，猪仔的胃口无好，饲袂大只。猪的这供应量有减少，婚林肉品市场一日拍卖的数量就减1成。猪肉即马1公斤平均是94块，按算要等3个月后，猪肉的价销才会较稳定。是啊，伫点头家无用川货，最近天气烧热，猪仔咧大是真慢，连带影响市场价销。猪肉价销直日起，有头家表示，起价地数销量减少2成。对，价格有涨蛮多的啦。那这样民众买气嘞？买气差不多少个2、3成。哎呀，太闷了，大家也都不吃啊。我嘛无啥买呀，但是平常该买的就是还是要买啊。婚林肉品市场表示，最近欧温热猪仔胃口歹，咧大是真慢。地区最近肉品市场拍卖猪仔的量减少，较早逐工会当拍卖2300只猪，不过即马剩2100只，整体减少1成。4月猪只的下痢情况很严重育成率也不好，大概是94块多，平均在94块多，但是猪只的重量有慢慢往下滑。就猪只天气太过炎热猪只成长速度很缓慢。婚林肉品市场表示讲，因为即马猪仔大真慢，供应减少，天气若继续烧热，会当卖的猪会愈少，价销会继续起。按算中原迄头刀会上贵，猪肉若要落价，按算搁爱3个月时间。记者婚林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伫今仔日会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根据了解，国民党已经决定无要调整标准，也毋过会和民众党立委拢会提出修正的动议。凡规范罢免的提议人、提案人，即联署人应该爱附身份证的影印本。若是冒名假联署，就会互判刑，嘛会互罚。来关心联合报。劳动部伫昨昏对外表示，要扩大巴士量表多元免评分的适用对象，按算9月份要修法，新增加80岁以上有长期就医的记录、适龄无法度逆转的患者，也佫有伫偏远地区的诊所看诊长期就医适龄者，计共有3类的人拢放令，唔免做评估，大约国内有55000人会当受惠。来关心《中国时报》，41岁前无姓郭的国手郑俊安，因为食毒，佮加入乌道，即马变做诈骗集团，骗一个65岁的负责人400万。新北市的警方抓到人，计共抓到5个人，而且嘛发现讲，这个国手已经唔是头一届犯案。针对这个案，就是国内一间资产管理公司宣传讲会当协助民众办理青年贷款。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这是涉嫌诈骗，和诈骗集团有合作，利用被害者、被害人的资料来开户佮洗钱。新北市的警方最近就抓到假投资的诈骗案，就是这个前无姓郭的国手涉案的案件。
便衣警察出动，前后2兵包围。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上班上到一半，突然间被抓。这位涉案的查甫人伫咧工程行上班，伊涉嫌找3、5位朋友私底下伫咧兼差做诈骗，收买人头口座，替不法集团洗钱。被抓到的共犯名单内面，意外发现有一位是前军局国手。比对小组攻击，甲人当场抓到，这个就是前国手张俊安。伊伫军局界真有名，10多年前的拄好亚运也捌摕过第5名，这马煞变做诈欺犯被抓。于日前将陈姓范闲等5人拘提到案，全案讯后依违反诈欺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发现，有一位年纪真大的混年人，互人骗去假投资。伊是和陈文茜这个被盗版的广告吸引，和对方骗400多万。这马诈欺罪这么多，犯罪手法阁一直变。就连清创贷款都互人摕来做诈骗。很多的投资其实会死，都死在进退两难。讲投资是讲甲嘴烂全破。这位涉案的姓吴的查甫人，讲伊是青年创业家，开的资产管理公司所互警方发现是专门找欠钱的民众，加招着要代办青年创业贷款，骗对方的个资，涉人头公司加金融口座，用超过10万的计销，转卖给诈骗集团作为洗钱，也和诈骗组织1年外来不法金流。被加3600多万。查获黄姓祖贤等14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行动电话、存折、提款卡等物。诈欺犯念唔惊，一定换各种方法做无本的生意，赚黑心钱，也和国内诈骗案件掠袂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客家有一间诊所，讲因上界出名的，就是会当治疗中风、有风中风。也毋过呢，最近是互离职的员工对外亚讲，这间诊所用的药啊是来路不明的药啊，而且个讲当透过注射来有风中风，啊若要做一届疗程是爱开20万。啊，毋过诊所这边是回馈讲，因讲这毋是药啊，这拢是健康食品。台南市的卫生局有去查，发现有3项欠点甲缺失，嘛违反医疗法、医师法，即嘛移送法办。台南市卫生局的稽查人员伫接到信息了后，车衫中道来到这间伫客家的诊所稽查，因为这间诊所最近是和离职的员工逼供，使用标示不明的针剂，而且拢无甲病人详细说明内容。那卫生局将稽查该诊所，确认他施打的药剂之来源跟成分。倘药剂未经过核准输入至药品，将依药事法第83条移送侦办。个人选择啊，观感无共，选择也有无共啊。下边敢保证伊会好。哦，你若伊会好，人讲开偌济钱就无要紧。诊所外口写讲专门治脑中风，只是一套高价的疗程，搁来家己开20万，是贵松松。各方质疑讲甲伤厉害、伤悍。不过对这个爆料，诊所的人员嘛出面来解说，而且搁提出防指控的药啊，讲这是有独门专利的保健食品，是用啉的，并不是用煮的。是以疗程中是以人参皂苷是给病人用食品辅助的，而且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也有跟病人明确的表示这个是食品，而不是药品，病人也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有给病人看过瓶身，病人都没有任何异议。诊所自称，但是卫生局伫稽查了后是发现3项缺失，包括伫无经过核准的面积内面诊疗，无照规定开立自费的书记，并且记录嘛无详细写出使用的药品，涉嫌违反医疗法和医师法，会依法做相对应的处罚。另外，防质疑摕来做的营养补充品，会联络来源厂商迄边的汤卫生局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北加州伫7月初3日时发生火烧山，火是真大，阁真猛，连对太空中拢会当看到乌烟。目前这火也无法度控制，当地政府已经赶紧撤离13000人。因若今日7月初4是美国独立日，真侪人毋免上班踮厝内。按照传统会放烟火，也毋过当地政府甲官员已经要求灾区这个所在袂使放烟火。另外，伫美国的西岸，即马温度真悬，发高温的警报。按算温度会到摄氏40度至46度，而且会热到这个礼拜日。
消防人员伫真大天气甲乌烟大火拼命，这场叫做汤普森野火，初二中昼为表特郡奥罗维尔市附近爆发，迄场火势拖个真大，到初三中昼已经将近12.1平方公里。到离加州首府萨加缅度北边差不多113公里的所在，迄时阵灾情控制率100%是0。消防人员尽量伫路的两边来拍火，防止火拖去徛起直升机为空中压水。州长廖森伫这礼拜进前启动州行动中心来支援和协助应对野火，甲防范对社会威胁。初日暗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考虑7月初4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大家拢有放烟火传统，当局针对表土郡大部分地区下禁烟火令。加州森林防火厅表示，今年热天甲过去2年热天真无同，树丛真大树，加上风势助长，是煞火星就可能拖甲真大。太平洋加速电力公司已经针对部分地区安全性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因为西方附近高压比引起为堪萨斯州、甲密苏里州、甲密西哥湾沿海各州的关分。加州大部分地区热到互人挡袂牢，国庆假期一礼拜内有将近9000万人伫关分警报的冲击当中。110s, 115s, and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I'm just trying to get like ice cream and stay indoors. Try to walk in the shade. 萨加缅度当局已经示警有部关分市40.5度到46度，会连续到初7拜日暗时。美联社分析发现，去年美国超过2300人因为关分死亡创历史纪录。有10外位专家认为，实际情形可能比这数字悬出真济。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继续关心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东南边的庄头举办宗教活动，请真出名耶稣父来讲经，声要8万人去听经。在结束的时，这信徒想要挖进师傅，结果却演变做下来杀去、人打人、打死人的悲剧。根据统计，至少有121个人死亡。受伤的人拢阁足惊吓，死者的家属头毛咧大声咧吼，真侪台救护车是来来回回一直咧走，救援人员较紧甲受伤的人扛去恁两桥送去病院治疗。这个发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差不多200公里处的宗教集会，大约有5万到8万信徒参加，这比原本许可的人数是超过真侪。因拢是来听一个本地是警察情报人员退休了后，家己讲家己看到神，而且阁封家己是大师的人讲。迄当初有看到现场的人讲，伫集会结束的时阵，一大堆信徒是忽然间冲过去讲台，希望望到大师，所含维持特殊的志工发生烧烟，才造成悲剧。但是嘛有人讲，是因为信徒向要求讲，爱伫大师坐车离开了后，才会当离场。大师正的出口是徛一大堆人，才发生严重的烧烟烧打。सत्संग खत्म हो चुका एकदम भगदड़ मची है जो इंसान गिर को उठो ही ना फिर कुचल के सब मर गए印度是发生过真侪摆宗教集会所演变做烧烟烧打的悲剧。第2008年有庙办9夜节的庆典，伫大门开的时阵，信徒烧钱要入去，结果造成224个人死亡。2013年是因为庙附近的桥聚集40几万人，桥未看得遮尔重，就规个登去。另外，伫2016年是庙在放烟火，结果发生真大的爆炸，引起大火。伫初二，阁发生真严重烧烟烧打的事件，印度总理莫迪嘛表达哀悼。मैं सभी घायलों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ठीक होने की कामना करता हूं। राज्य सरकार की देखरेख में प्रशासन राहत और बचाव कार्य में जुटा हुआ। केंद्र सरकार के वरिष्ठ उत्तर प्रदेश सरकार के लगातार संपर्क में मैं इस सदन के माध्यम से सभी को ये भरोसा देता हूं कि पीड़ितों की हर तरह से मदद की जाए。当地政府讲会提供予每一个死者的家属20万卢比，差不多代表78200的慰问金。另外，嘛会提供予伤者5万卢比，差不多代表2万块的医疗补助。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来关心挪威的政府，初一宣布讲，因要取消北极圈斯瓦巴群岛顶悬上尾一块私人地买卖，避免这块地去互中国买去。另外，伫南太平洋，伫中国进前嘛宣布讲，因按算要开代表7亿协助瓦纳杜去起总统府顶政府大楼，目的就是想要和纽西兰、澳洲小钱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为着防止中国战略性的扩张甲渗透，挪威政府初一宣布讲，取消北极圈内
苏瓦巴群岛顶面一块私人土地的买卖计划，这边原本要卖出的数量发给结案，伫苏瓦巴群岛的西南部，挪威甲北极之间总面积大概60平方公里。当地除了平洋甲冰川以外，剩的拢是山。卖主希望会当卖3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05亿。中国迄边的买主嘛已经表达具体要买的意愿，不过挪威政府已经通知所有权人，根据国安法，买卖土地爱国家批准，买主嘛可能会扰乱区域的稳定，甲威胁挪威的利益。根据 CSIS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伫2023年的报告，苏瓦巴群岛伫挪威上北边，离挪威本土大概650公里，离北极敢若1000公里。伫岛上会当固守罗西亚北方南端所在的科拉半岛对外的航线。这半岛嘛是罗西亚的服务仓库，战略地位真重要。另外，苏瓦巴群岛的海域有真丰富的渔产资源甲金属矿产。伫北极冰站扬起了，若这寡资源好开采，北极的航运嘛会更较大发展。中国毋若想要伫北极区争取利益，伫南太平洋嘛继续发挥伊的影响力。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找伫南太岛国曼纳多首都维拉港出席中国出钱起造总统府大楼的仪式。另外，中国阁要协助起造曼纳多的财政部甲外交部大楼。根据澳洲地区估算，总价会开2100万美金，差不多台币7亿。中国致力于发展包括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致力于帮助有关国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替曼纳多修建基础设施已经有10年久，是这个岛国上大的资源国家。那澳洲是曼纳多的上大资源国，南太平洋岛国因为战略地位重要，变作中国和西方竞争的必经之地，互因会当相互得利。除了中国协助曼纳多起总统府顶建筑，澳洲甲纽西兰嘛承诺替曼纳多的隔壁国所罗门群岛出5500万美金来整修机场甲政府大楼。现时美中全面展开竞争，美国的盟邦和中国对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争端嘛愈来愈紧张。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纽约时报伫今日公布美国总统大选辩论赛的民调，即马有49%的受访者讲因会甲票投互川普，有43%讲会投互拜登，所以即马川普赢拜登有6个百分点，而且佫有74%的受访者认为讲拜登已经食到81岁啊，伤过老啊，无适合做总统。继续关心，互中国和洛西亚看作是对抗美国和美国盟友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马当地哈萨克举办。普丁和习近平搁再见面，讨论要深化两国的合作。习近平嘛对外宣布，中国支持哈萨克加入金砖国家。来关心洪都拉斯去年和咱台湾断交了后，是和中国建交。因国家即马反贪腐委员会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讲因国家的高层官员有115个官员，拢是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亲戚朋友家族啊，人数是去年1倍以上。镜头等下过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伊嘛已经生效，国民党嘛出手啊！这是和民众党联手要启动国会调查权，和民众党同齐成立要镜电视的调查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好势，要开始进行调查。也毋过，民进党立也是认为讲，听书无证据，会议无效。国民党发出高级党员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和司法法制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成立镜电视调查专案小组。但会议拄开始，立赢的立委就轮流起立，批评定书无正义。要就一个目前切身为民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要来召开任何的事项，既违法又有违宪之嫌。这个会议的性质啊，根本就是乱来。张嘉宾讲，召开联席会议必须要经过立法院议会交付。伊讲，煞就随带司法法制委员会委员离开。国民党调委陈出声回应讲，新修正的国会这款法并无规定调查小组袂当用联席会议处理。这个立委是举牌啊抗议。我最近眼睛不太好啊，你们拿近一点。那个来。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进前就预告讲，要较紧来成立镜电视调查委员会，但是互国民党抢大声。黄国昌讲，只要目的相同，伊拢支持。我们并不坚持说一定要在院会里面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方式，在委员会里面成立调查小组，只要能够达成相同的目的，我们也愿意支持。
假电视案发放执照的争议变作国会这款法修法了后，立法院启动调查权第一个调查案。那要是杀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做小组的调集人，对林爷大妹乌白用权力，但说声冇话要讲。调阅小组全部都是贴黑纸，什么东西都调不到啊。假电视发出声明批评立法院在短时间内针对一间媒体，就成立3种调查组织，是史上唔捌看过的，侵害新闻自由。佮强调讲，审视规定一切拢依法办理。调查小组的运作期间会对7月初3开始，一直到12月30日。开小组会议的时阵，会邀请机关首长来列席说明。受到邀请的人，除非有正当理由，袂当拒绝出席说明。若是依法行使调查权，举行听证会，嘛可能互假电视案有新进展。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和16月至20会的少年家，鼓励引起买册去看国片、看艺文表演，希望会当进行这个产业。也毋过呢，就业者和学生反应有好有歹。文化部长昨昏伫立法院表示，政府会想办法投入更较侪资源。定的茶叶啦。场景是边块车厢的舞台剧，上演一个社会缩影。艺文产业因为疫情影响真大，所以文化部连续2年针对表演艺术推出会当用文化币这个买青年席位，包括立功剧团的阿介、高雄城市芭蕾舞团的创作芭蕾地顶作品。除了进行产业，嘛鼓励学生囡仔加入剧场。如果是喜欢的乐团或喜欢的歌手的话，就会有兴趣。交响乐那一些比较有兴趣。就会愿意花钱去看。学生囡仔是讲会看兴趣消费，表演团体坦白讲对北部票房较有帮助。不过，唔拿艺文表演，疫情也互民众惯起串流平台，地属电影院观众流失。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金贤美剧院，初一嘛宣布要伫8月关门，引起立委的关心。市场越来越萎缩，不管是国片的一个市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黑潮计划也跟行政院要了一个专门针对台湾的文化内容，包括科技。包括电影、包括电视，还有文学等等哈，也变成100亿，用4年来用。文化部承诺会投入更加侪资源，透过文化币，希望有关国片票房。不过，戏院业者观察认为，虽然有票房，不过效果有限。有了，我是会遇到拿文化币这边是有了不敢说非常的。庞大了。业者建议扩大文化币使用年纪，通刺激消费。另外，政府嘛应该让消费者知影每一张电影票拢是伫咧扶持台湾影像产业，鼓励消费者加入电影院。记者综合报道。因来针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昨昏文化部长李万伫立法院时表示，目前还未定案。伊嘛强调，转型正义的工作是袂当去分裂族群，是要互大家爱会记得过去。脚步有力，动作整齐，每点钟中正纪念堂的3吨仪队交接，侪国内外游客拢会到现场看。进前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为着落实转型正义，规划甲仪队操演刷到自由广场。拜三文化部长李婉接受立法院教文委员会质询，强调要咧规划，要未定案，无希望造成族群分裂。部长，您认为把这个仪队操演移到户外，它至于转型正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这些3军仪队本身的表演很自然；第二，还是能够更吸引观光客；第三，也是考虑民众上的观感，他能接受。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些威权的建筑，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族群对他2极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不希望处理之后变成是一个撕裂族群的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文化部长李婉表示，文化部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已经讨论处理真久，譬如内底的展览内容就加入台湾民主化的过程。针对基队敢要耍为操演，各界嘛有无同的看法。李婉讲，徛伫政府的角度，希望做到让大家会记得过去的历史，嘛会当重新看待新的时代。大家在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仪队，但是对于这个蒋介石的功过，大家自有一些的一个解读，不会因为你参观了一下，然后呢就对于这样的一个伟人开始是崇拜或是摧毁。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你要发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旧的历史要翻过去，可是不能遗忘。翻过去之后，大家重新面对新的时代。所以我最近会巡回全台湾，展览所有年轻人对中正纪念堂想象的那个建筑物。文化部表示，中正纪念堂去微宽化有3大重点：第一，除了展示少年辈对中正纪念堂的想象以外，第二是爱改造周边的环境。因为基队操演安怎变动，目前也无定案。目前规划未撤离基队，而且未予基队拍至南河。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来看第35届团结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伫昨昏公布。今年的特别奖是颁予北艺大名誉教授曲坤良。第35届传艺金曲奖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得主邱坤良老师，恭喜！第35届团结金曲奖戏剧表演类特别奖颁予顶进推销戏剧研究、推广半世纪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曲坤良。曲坤良除了做研究、推广戏剧，也写剧本、做导演，是全方位的戏剧界先辈。台湾从事台湾戏曲表演工作的，那没有人不可能不认识邱老师。那邱老师从民国应该60年，大家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表演文化的环境里面，要去从事研究台湾戏曲这样的一个对象，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拿最佳演员奖的入围名单有歌仔戏演员郭一焕、美雪，成立歌仔戏团的李静芳、邓美云，还有国光剧团的陈清和、黄武林入围。上大奖最佳年度作品包括邓美云歌仔戏团、台北海鸥剧场、台北梦舞剧团、腔剧场加江之翠剧场合作的戏，秀琴歌剧团，还有永兴客家彩地剧团的戏剧作品，这届拢入围。今年呢，其实呢，戏曲类虽然只有10个月的报名，那增加了15%的件数的比率。现在我们更有计划，而且也更鼓励呢传统看家的，或者是新编的，甚至于是跨域的，我们有过去传统的丰厚经验的累积，以及时代新生命的力量。团结中心表示，今年团结金曲奖戏剧类的报名数量有315件，平顶届275件，增加40件，显示传统戏剧一直有新人加入，等咧活泼发展。这摆团结金曲奖8月31日台湾戏剧中心举办，有网络甲电视台转播，共同见证传统艺术的水。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基本看榜来关心台南安南区的中心点有一个天马电台，进前是中央广播电台在遮使用，也毋过因刷走了后，遮就无搁开发。地方这10多年来，拢一直在推动公民运动，替故乡写歌，甲搭拢无断过。即马伊嘛当伫联署，希望争取甲即块地来开发，甲天马电台即个基地变做国家级的台基文化园区。一句一句唱出用家己的力量来普及的心情。去年台江建增200档，因办台江的念歌诗，各以做伙来唱台江歌办发表会。长以来，一群人用台语写词普及来记录家乡。不只在地人，是外地人来这搭学曲，买当家这拢写做歌曲。啊，互咱像文字安尼流传安尼落去，一代去传一代。我嘛希望我后一代囡仔会当知影，阮透过阮写的歌词，去了解咱这个故乡的故事。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参海尾寮雕风奖合作，发起大庙行学，这18档来杀一串一庙一乐团，佮有作曲班，甲大家佮合作伙共心守护在地根，嘛形成台江文化运动。这阿公阿妈吼，大哥大姐们，因拢是毋捌音乐的人，啊拄啊好大庙行学有开这个作曲班，啊因来报名了，因嘛想讲家己拢做袂出来，我会叫因去思考讲，你有这个真的故事会当写，你对细汉到大汉，你从台江这片土地，你有啥物连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会当来恁这个在地真正的文化，然后用写歌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台江是台南安南区古早名，123年闸门溪街道冲入大海，形成台江16条湿地型的砖头。文化生态甲语言，遮拢真多元。毋过有台语老师发觉伫教学现场，母语传承有危机，无抢救恐惊爱面对严重的世代断层。一礼拜正40分钟，啊，就是一节的时间尔啦。啊，所以无够的时阵，必须得爱有一定时间外的教学。咱也伫即搭遮设一个较好的场所，有文化、有历史的天马电台，的台江内海的中心点。啊，这才上介好的呀！天马电台就伫台江内海的中心点。民国58年，中央广播电台台南分台就起点遮。1806年正式刷走，过当年市府接手来招商，把土地变更做创意文化专用区。不过，几若届拢无成。即马地方有团体咧联署，争取国家级台语文化园区，甲公司台语台总部设来遮。有学者讲，即搭确实上界下输。台南400年，陈成功的辅助的陈其良啊、陈成功等等，
因迄大省呢，拢伫台南，为迄个岛风内海，甲大江内海，这是一线，伫推动伫策动，也是这线呢，爱甲继续啦。伫迄个文化创作啦，伫台南拢有遮大的表现，设咧伫遮呢，会当发挥伊重大的作用。其实英国报有袂少人提出意见，只是见摆拢有头无尾。政府112年甲土地交转予中央，咱也是去探讨是安怎头仔兴趣尾仔冷冷的关键原因。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高雄基丁造船的产业真出名，为着要互囡仔会当了解故乡、了解海洋产业，伫今年秀才市中国校啊举办海洋科学 AI 的营队，互囡仔家己造船啊。昨昏就有4只船啊落水，而且伫落水之前，阁有举办渔船落水祈福的仪式。学生摕起水为船头压，扫落来校长阁摕汤仔饼、乌白压，学生囡仔拢伫下面接，因为着这4只新船落水举办祈福仪式，这也是基丁当地新船落海的传统。囡仔体验渔民的祈福、平安丰收的文化，现场气氛是真热烈。遮的民众那像是遐鱼啊共款，遐鱼群共款，大家拢来捡遮的。糖啊，甲饼啊，落海以后会当丰收。阮就伫咧学校，互因了解讲阮会当亲手做一只船啊，唔那是阮望目睭当看到安尼尔。初3这天，中州各小18位囡仔先伫学校做伙制作这4只木船，下晡才来到爱河边落水。学生坐伫船顶，用枪啊、豆豆啊过船，就惊无细枝会冰船。学校伫休热来举办这个海洋科技 AI 营队，学生利用时间实际到故乡行搭，因个会运用 AI 科技，甲海洋的水编写做一个故事甲一条歌。脚踏车去第2港口看大船入港，阁有去造船厂看人安怎修理大船。有用电脑学着 AI， 伊会甲阮做图、做故事、做歌。AI 真方便，真趣味。这个营队是家父基金会提供经费，基金会表示讲，希望透过营队，互基丁的学生囡仔体验 AI 科技，也当实在故乡的海洋文化。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昨天的营队真济，高中嘛有，国中嘛有。国中的太阳能水陆车比赛，昨昏伫高雄举办，这个拢是学生囡仔家己设计，看谁的车会当走较近。这台亲像是遥控车，为轨道落水豆豆行，学生拢围伫边啊，看啥人的车走上紧。这车毋是靠电池遥控，是太阳能水陆车，拢是由各中心亲手设计甲制作。比赛上大的困难，就是这台太阳能车爱为陆地转换到水道，学生爱考量到日头、风的速度、车体配重的因素，完成22公尺的轨道甲水道。采用3节2线，上紧到终点的队伍就赢。太阳能板要接那个线路，然后有分正极跟负极，然后还要焊接，就是有比较学到这个。它要下水嘛，然后漏水它整个就会沉船，然后它的重心不稳也会让它沉船，所以要一直修改。水陆车的动力干那靠太阳能，指导老师表示讲，水陆车爱走较紧，上主要就是日头，佮有电路要安怎配。另外，车体结构、轮仔甲外观嘛爱考虑到阻力。透过学生动手做过程，考验因的反应甲解决问题能力。电路有无？伊咧接的时阵，你若讲接无好，伊也是讲日头无够大，迄太阳能的功率无够大的时阵，伊无法度行。所以你看伊起步时阵，为啥车袂紧动？车的平面吼，较贴平安尼，阮就无做外壳，阮甲别人无啥共。今年拢总32队64位学生参赛。中山工商的老师表示讲，最近高雄日头真美，今年水陆车比赛成绩真有可能会破纪录。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环太平洋军演，即马正在举行，真侪国家拢有派出军舰去执行任务。过去呢，这军舰顶头若是有机师物件要修理，零件要修，拢爱等半年。也毋过即届军演，美军是提出3D 的列印，要做零件4点钟就做好啊。
观众朋友会当看到记者即马摕这粒大概有10公斤重的铝车筒，就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做出来军舰的零件。伫夏威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有2个大型的青色货柜厝是真野目，不过伊毋是用来藏物资的，是3D 金属列印的后勤单位，代表美军重大改革。伊会当缩短制作金属零件的时间。现场展示3D 列印的阿鲁米车筒水管，工实在做甲真优。这3D 列印伫3点钟内就会当打造2公斤的金属，佮会当制作无共材质、无共类型的零件。针对表面做更较有路的加工，方便扫落来要拍电久，会当达成陆海空3军的需求。含英国上届无共款的是传统供应链爱用专用的设施来采购制作，为落订单到完成制作到零件，拢总爱开200天的时间。不过即马3D 列印接单，只要4点钟就会当生产关键的零件，上紧1礼拜内就会当交货。So it has a pretty rapid deposition rate compared to most 3D printing methods, and allows us to print with metal. The unit behind me is the speed cell that allows for post-processing to occur. So just behind me are 2 different furnaces. Thos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heat treatments. 记者即马摕这粒塑胶零件，就是美军陆战队上新的技术，靠后壁这台3D 列印机做出来，只要18分钟，就当做出4粒亲像安尼塑胶零件。伫环太平洋军演进前，3D 列印后勤单位就做好准备，完成世界的救援任务。针对受损的船舰，更有效率来生产金属零件来做紧急修复。We've been working at Camp Pendleton aggressively, getting out into exercises, taking our capabilities out, showcasing it for the fleet. 3D 列印的后勤单位会当伫陆地佮有船顶来生产，透过直升机运输。接落来，环太平洋的军演期间，3D 列印会装设伫咧美军圣安东尼奥级的2车运输舰塞莫塞特号顶悬执行后勤的任务，利用实战继续证明因生产的量能。记者黄祖杰、彭耀祖、夏威夷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28度至33度。感谢向指收看，咱再会。80%人都不愿意待下来嘛，只要你愿意待下来，你就赢80%，所以说你就更容易得到机会。台湾人伫印度生活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吃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嘛，然后第2个挑战就是交通，要管